國際監察權威李昌鈺3月27日在美國內華達州厝內過身。李昌鈺伊捌做過美國50州，也閣有46個的法醫專家，出庭作證是超過1000擺。伊嘛協助調查911事件，敢若佇刺殺案，伊嘛參與調查國內319槍擊這個重大案件。也伊捌講過這個偵破美國案是予受害者甲社會一個交代。最有名的總統，我也調查過，我也看過克林頓總統的洋裝，也看過我們總統的肚皮。講話真趣味，國際監察權威李昌鈺博士，2007年得到台灣科技大學名譽科技法律博士學位，甲大學畢業生分享人生經驗，講幾十年來的工作艱苦。今年11月，伊當台灣成立目前科學教育基金會，要來進一步檢視國內真久無破的各種懸案甲領案，包含老朋友血案甲潘婉如命案。偵破冷案、偵破懸案，它價值意義是我們對被害人、對社會一個交代。所以冷案不是說有名的人的案件才叫冷案，任何的無辜的百姓被謀殺的，一樣的是冷案。伊在1938年出世在江蘇，對媽媽遷來台灣，捌在台北市警局工作。當年才做上少年的警長，後來去美國留學，捌做美國50州甲46個法醫專家。伊調查過美國911、甘迺迪拄着暗殺的案件，也參加國內319總統槍擊案。2019年高登台灣宣傳萬人響感謝故事，呼籲大家愛記得戰爭的假事。我們能給他寫出來，就是希望我們以後能學到，不必就是能夠避免這些。我今天特別來表示我對他的尊敬跟支持。2013年競選總統大會，新北市長侯友宜訪問美國，各地紐州市舉行教獻，李昌鈺特別出席。想起李博士的聊天，侯友宜表達愛聽。他帶動在整個刑事鑑定的一些新的觀念。他曾經說過，證據到哪裡，案子就辦到哪裡。這麼多年來，我非常感恩。不過李昌鈺也捌互人指控，假造謀殺案證據，予美國空州2個查甫人遭受數十年冤家。不過伊本人強調，無動機甲理由假造證據。伊過身的消息由親人甲駕駛超過50年的紐黑文大學來證實。伊27佇內華達州的厝內安詳離開，佇地站病廳內底展現堅強、優雅甲韌性。記者綜合報道。